候，那感觉就是像，我们会把想说，好像是一个好人，或是你的贵人，然后就默默的在帮助着你这样子。那来了一个非常好的时节，那我们今晚要多来继续是春芽衣物。橘子哈，干嘛哈？因为他说在这个南方哈，橘子是不能随便移植到其他的地方去，所以呢，他用橘子来表示自己非常忠贞的一个爱国情操哦，非常忠贞的一个季节。那大家也会有一个新希望啊，那希望大家都能够有一个坚持，那把这个期许自己的许下的心愿，那一直延续到来年这样子。